美国的制药大间公司礼来拜三宣布，因的阿兹海默症新药啊，临床试验有效果，会当予患者大脑退坏速度拖慢35%。就算有一寡人出现真严重的副作用，专家也是肯定这药的效果。这款新药啊，也在6月底进前向美国 FDA 申请上市。阿兹海默失智正是大脑神经退化的一种病。对这种病的人，脑部会出现无正常类淀粉的两白斑地，和神经纤维结做伙的现象，造成认知、记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拢受损，并发生伫65岁以上的族群。过去20年来，相关的药主要拢是用伫治疗镜头。最近新的药是诉求要直接改变这种病的进程。美国制药大厂礼来拜三讲新的药会当予患者退化的速度减慢35%。We can now intervene on the underlying disease process itself. Rather than just treating the symptoms, we may be able to alter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ith a drug like donanemab. 礼来报告是指出讲，因针对要1200个阿兹海默失智症早期的患者做18个月的实验，逐个月拢注这款会当清除已经病变的斑地的新药啊。结果到12个月的时阵，半数的患者拢无阁发现斑地，另外有47%的患者病情是无阁恶化，但这种药啊嘛有互脑部整起来是出血的副作用，让患者因为安尼死亡。But the risk, of course, is that these can extend and develop macrohemorrhages, and that, of course, can be devastating and sometimes even fatal. So these risks can be monitored. 专家讲，透过连续做资真做影，通常会当避免这风险发生。业者是计划伫6月底向美国 FDA 申请批准新药的上市。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礼来迄天的股价嘛大起超过6%，创新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